华视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婚姻斗六往来着启动甲高坑的管道。第2期的工程今仔日开工动土，经费将近3亿8千万，按算伫个112年的年底要来完工。 这条是斗六市往来启动甲高坑重要道路管道因五树因，为了健全婚姻的交通路网，婚姻县政府规划拓宽，并且伫104年12月完成第1期的工程。第2期的工程伫今仔日举办开工动土的典礼。替咱启动乡了开辟一条大的动脉，通往斗六市，通往那个工业区。 这个道路拓宽工程是采用半时间方式进行，并且有4座桥梁配合改建，估计伫112年12月会完工。那也争取到中央3亿343万的这样的一个经费，预计在112年的12月顺利拓宽成18米的一个道路。 县政府嘛提醒讲，伫施工期间会造成交通的不方便，提醒乡亲爱注意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